非常观眾朋友對講國際持續收聽起價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一連串讓俄羅斯相關的內容。到節目地圖為大家繞長段俄羅斯專家係談講台海，一種研究所謂崔林崔教授，崔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現場。上一次我們是在大選之前來討論普亭的連任之路，那現在選舉順利結束了，結果完全沒有意外，當然是普亭當選。那整個來回顧這場選舉，透過這次投票率以及整個的結果，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有什麼要提出讓我們特別去注意的地方。那第二點是我看到在一些外媒的報道裡面講說，好像有很多類似舞弊或者是希望透過各種手段衝高他的這個投票率這件事情。可是我們知道俄羅斯它其實這場選舉它是一個民主制度下的選舉，可是普亭需要高投票率來肯定他的這個執政的穩定度，或是執政的這些，他需要這麼做嗎？我不知道老師怎麼看待這一切評論。對，這一次的選舉，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是普亭最後一次的任期。如果說不像中國大陸這樣修改憲法，或者像其他中亞國家哈的這些在這個制度上面操作的舉動的話，那因此在國內的政局，就是說權力交接對普亭來講是相對的重要。然後呢，這次選舉，對，的確像剛才主持人您說的，在選舉之前，其實俄國政府蠻擔心這一次的這個投票率。可是因為就是發生了一些，譬如說像這個英俄的這個間諜事件，哈，這是一個導火線啊。那但是在這個之前呢，一些就是俄羅斯跟西方國家的關係上面的互動，其實也幫助了這一次在投票上面的這個，就是說維持了普亭的一個高的支持度。然後當然這一次的投票率也比往年其實都還來的，就是以前那幾次的這個投票都還來得高。然後呢，他也拿到了76%點多的一個這個選票。對，那我們這次可以看到，就是說，在從2012年開始，就是他的第3任期，因為這是第4任期嘛。第3任期呢，在普亭其實他在他的這個內政上面的改革並沒有太多。那我個人是覺得哈，這整個20年就是普亭政府雖然他的支持度很高，但是這個俄羅斯內部的一些問題都沒有解決。那尤其是在去年7月，還有一些年輕人走上街頭去抗議這個俄羅斯政府的一些腐敗。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就是剛開始的時候，這個俄羅斯政府會很擔心，可能支持度並不會這麼的高。那但是呢，在這個2012年他當選之後，緊接着2013年年底的烏克蘭事件，克里米亞半島，對，然後呢，還有這個克里米亞半島這個事情，就讓普亭這個支持度變得很高。然後緊接着就是2015年，就敘利亞這邊的戰事。然後2015年呢，9月份的時候，俄國出兵，俄羅斯政府出兵敘利亞，然後就在這個敘利亞問題上面呢，展現了非常強硬的姿態。那這些種種作為還有再來就是這個美國川普大選，俄國的這個介入，對，然後呢，跟最近發生的這個英國的這個前蘇聯特工被投毒的這些事情，其實就是這些外部事件呢，反而讓普亭在國內的，就是說他的這個施政弱點上面和得到了一個就是壓力的一個釋放，然後呢，所以他的這個支持度就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好，然後連帶這次的投票率也相當的高。假設我們從安內攘外兩方面來看，老師剛好講到，其實外部的這些事件，尤其是最近俄羅斯跟西方國家的對立，反而對這一次普亭的選情來講是一個加分。那內部的問題解決了，老師剛才也提到有幾個外部問題，在他第4個任期一開始就要等着普亭來面對。首先，我們看到老師剛才講到這個雙面間諜斯克里帕爾跟他女兒尤利亞被投毒的事件。那其實1個多月前這個事件爆發的時候，我們看到一開始因為是在英國，所以英國為首的就祭出了這個驅逐外交官的一些手段。那事實上，歐洲各國跟進，連美國都跟進，然後普亭也很強烈的回擊。那被指為幕後黑手的俄羅斯，他憑什麼這麼強硬？那為什麼這個事情在西方國家會有這麼大、這麼激烈的反應？這個當然就
俄罗斯之所以会态度强硬，就第一个，他当然不能承认这是譬如说普丁或者说俄国政府他们指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是肯定不能的。是。那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俄国政府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没有必要在总统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是在总统大选前一个礼拜，非常敏感的时间。对，然后所以呢，俄国政府就认为说，这个没有必要，就是让它发生在这个总统大选，而且呢，他们也事先提出了一些警告，就是说可能会有这个西方挑衅，所以俄国呢，他们就是直接就是反击，就是认为说这个是英国政府他们的一个好像就是说对俄国的一个抹黑，这是一个选举操作咯。对，选举操作。那还有呢，就是说，其实俄罗斯政府在这个1997年1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遵守这个就是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然后就开始执行这个公约，因为这公约是4月份的时候生效，就1997年4月份生效。那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9月份。将近4万吨的这个化学武器，在这个化学武器公约组织的一个确认之下，都已经销毁了。是，所以俄国他们就会认为说，他们已经没有对，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这个化学武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英国来讲，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化学武器是你俄国制造的，但是俄罗斯他们当然就认为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1999年就是说在这个处理这些化学武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美国有协助，所以美国你一定知道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化学武器的这个制造的方式，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多年前，差不多就是2008年的时候，就是这些化学武器的这个那叫化学公式，其实已经外流，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然后俄国的这个政府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化学武器也并不是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制造，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都晓得。所以你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任意栽赃。然后那当然俄国政府他们也提出来，就是就是说英国你要不要把这个毒剂的样本还有一些相关的调查资料，因为按照这个公约的规定，你要提出来这些证据，然后我们一起对，那英国也提不出来。那最新的就是说最新的消息好像就是说俄国英国政府好像也。这个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在 Twitter 上面的一些发言，就是说一直在就是直指这个俄国这些这个毒气是这个俄国制造的，就是这些言论也都被拿掉了。那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外电跟评论里面看到，这一场事件被誉为是在冷战以来最大的国际间的外交危机。如果这是一个危机，请问老师，这是谁的危机？那在危机背后势必会潜藏一些要付出的代价，哪些国家可能会为这个危机付出代价？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面临最大危机，我反而觉得是俄国政府。好，俄国政府，因为目前来讲，就是几乎。很多就这些，但就算是选举操作，他还是高票当选选上了。是，可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再这样下去的话，就是说这些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抵制，现在俨然有一个反俄罗斯统一战线出现了。对，但是这个战线不会太持久啦。为什么？因为其实俄国在西方这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些能够。抵制西方制裁的一些作为，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几乎很多的这个欧盟的国家都已经开始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28个欧盟成员国有19个宣布驱逐外交官，另外3个召回俄罗斯大使。所以不可不慎因为事情的严重性，我想前所未见。这是因为他们受到，就是说欧盟本身。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共同外交的一些一致的行动，而且就是对于欧盟民主人权价值的一个肯定，所以欧盟的成员国他们必须要就是做这样，就是说采取一致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外交官的驱逐的数量来讲，
好，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们好像就是意思做个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这个能源关系上面，好，然后在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互动，其实是相当密切的。所以有些人数会被俄罗斯掐住的。在欧盟成员里面，比方说在哪些国家可能必须要面临这样的考验？尤其像譬如说这个斯洛伐克，好，几乎就是100%到75%的这个能源都是依赖。然后像希腊，然后还有像塞浦路斯的话，是因为塞浦路斯有很多就是俄罗斯的这个资金都到，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洗钱都是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那所以就是说，这些成员国，他们就并没有。就是在这个驱逐外交官的这些作为不跟风了，对，就没有做的这么的明显哈。即使做，当然他是就是说一个表态，我支持欧盟的这些价值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也许这一次也算是这个 Theresa May 就是英国政府在外交上面的一个胜利。但这个很有趣。驱逐外交官带头的是老师现在讲到英国首相梅伊，但梅伊是谁？梅伊是他们已经通过公投，明年要脱离欧盟的人的领袖，这不是很吊诡吗？你听一个要离开欧盟的人来引领其他欧盟国的成员说，我们要一起来驱逐欧洲的这个俄罗斯的外交官，各自的盘算是什么？都有啦，因为我们从2012年乌克兰事件开始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乌克兰事件，后来的一个叙利亚，以及美国的总统大选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当初这个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的时候，也有一些消息，但是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认为说俄罗斯政府就是一样，就是有私底下有一些运作，然后鼓动，好，然后呢就让这个西班牙，那只是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呢就没有，就这个新闻也没有那么大肆被报道，然后呢也没有直接，就是西班牙政府也没有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在德国内部哈。其实俄国也是支持一些这个比较激进的右派的这些保守派的政党，所以对于欧盟来讲，其实他们内部就面临到一种对俄国的这种恐惧，恐惧感。所以呢，趁着这一次，然后因为这个他这个 Theresa May 他动用了所有这个外交资源，然后争取这个欧盟的一个支持哈，那大家就团结起来，对，然后呢团结起来。只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些成员国他们都跟着这样做。那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很明显的，在这个脱欧的这段期间，英国本身他们在脱欧的这个谈判啊、协商上面，跟欧盟这边也有了一些的遭遇到一些阻碍跟困难，所以英国政府借着这次的事件哈，然后呢让他国内的选民也可以看到，英国其实跟欧盟的关系哈还是非常的密切的哈，所以这个英国媒体就会认为说 ，OK， 这一次的这个又是好一个外交转内销，对，然后对，没错，然后呢，这也算是这个 Theresa May 在外交上面的一个胜利。OK， 那先谢谢老师在上半场的分析，下半场就是关注看到了俄罗斯有关是利亚对叙利亚的战场，从而美国老俄罗斯对立的情况越来越紧张，因为撒哈拉叙利亚的边在南亚可能会引爆新一波冲突的所在，跟现在的公司两去展开。非常观众朋友，国际版转到讨论的现场。老师刚才在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关注这个叙利亚的战场之前，我想要先请教跟刚刚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这些外电的这个内容里面，我发现是不是在这一次的外交战里面，某种程度有一点是梅德韦杰夫好像比较站在第一线，反而是普廷比较幕后，在一个总统一个总理，但他们两个曾经互换过职务。在俄罗斯的这个政局里面，其实他们两个是不是在扮演的角色上本来就有一些分野？那这一次的事件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吗？
梅德韦杰夫他跟普丁虽然是长期以来是非常亲密的这个政治伙伴，可是呢，梅德韦杰夫在国际上的形象，他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派。所以我们看到，就是2008年到2012年，他在担任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时候，美俄的关系，其实美国跟西方国家是反而蛮支持这个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就认为说，很多他当总统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尤其是那时候他也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的这些政策。对，那这是他的形象。所以那可是呢，普丁他本身他的出身就是在苏联时期，他就是 KGB， 然后后来在这个俄罗斯也在国家安全单位。是，对，所以这些事件其实，当然对普丁来讲，那个是就是说形象上，对，所以让这个就是说很多场合上面，让梅德韦杰夫来面对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在俄罗斯政府的一个形象上面，应该是就是说比较软化，会比较有帮助。那第二个呢，一个原因就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梅德韦杰夫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接班人，对，这个态势也很明显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站在第一线，哈，那有助于就是他这些问题的。现在离2024还有对，还蛮久的。而且其实这跟后来的这个局势发展也很有关，因为毕竟目前俄罗斯国内一些民调显示，哈，就是目前受到俄罗斯民众比较信任度高的，反而不是梅德韦杰夫，他是第二，第一的是那个国防部长绍伊古，对，他的这个信任度比较高。但是如果说大家一般分析就是接班的可能性的话，是梅德韦杰夫才是普丁钦点的人选。那我们来看，普丁第4个任期开始要面临这个对外的挑战，除了这个外交战之外，另外可能更加棘手，就是在叙利亚的战场。当然。川普的这个放话习惯，大家已经不意外，但是他又在 Twitter 上说，叫俄罗斯要小心，我们的飞弹又快又准，就会接近你们。那俄罗斯当局表示说，美国要打击的应该是叙利亚的反抗军，而不是合法政府。这里我想要先请教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自始至终这个普丁或者说我们讲俄罗斯这么支持阿塞德政权？对，这个牵涉到俄罗斯政府在中东这边的一个战略利益哈，因为俄国在苏联时期就已经跟叙利亚还有一些就是在北非、中东的一些国家就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然后呢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军费跟就是说军事的武器呀，然后这个训练啊、技术这些东西，就是军事上的合作，其实是相当密切的。那后来这个阿塞德就是在2000年，就是小阿塞德接掌政权之后，他爸爸交给他之后，对，那他其实在这个叙利亚内部还是依然就是这个叫专制独裁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哈，所以呢，就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阿拉伯之春，好，然后从这个北非的这个突尼西亚这边开始，然后一直延烧到叙利亚这个地方来，那就影响到这个整个俄罗斯的一个就是在中东这边的一个战略利益。那尤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做塔尔图斯的这个军港，是因为这个是在苏联时期，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叙利亚政府提供给苏联当时的一个在海军使用的一个军港，那这个军港其实它就说让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控制势力就进入到地中海这个地方来，对。那还有在这个军事补给上面呢，它也不用再就是到这个黑海，就是透过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呢进入到黑海去进行补给。所以呢，那在这个地中海这边呢，它俄罗斯的就是整个它可以掌控到在南欧以及北非这边的一些安全以及它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塔尔图斯港对于俄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
还有一个就是，他之所以非常支持阿塞德政府的一个原因，就是当然也是因为阿塞德政府跟俄国的，就是说寻求俄罗斯这边的协助。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他出兵叙利亚，对，那2014年就是发生那个克里米亚事件，然后呢，这些西方国家就开始对俄国进行制裁，对，所以就让这个俄国的经济变得就是在内政上面、经济上面呢，就变得非常的辛苦。于是，在乌克兰事件发生之后呢，就对俄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在内政上面。那出兵叙利亚帮助这个阿塞德政府呢，不光是让保有这个俄罗斯在中东这边的一个影响力，也让整个就是说，就是说让这个国内的局势，它的这个压力，譬如说可以有一个缓解。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有讲的，普丁的支持度，因为克里米亚的事件，因为这个军事就是叙利亚的这个出兵的这些事情，然后呢，他的国内的这个声望就一直都是居高不下。所以有点鱼帮水，水帮鱼，阿塞德跟普丁之间的关系变成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这一次在这个化武攻击疑云里面，其实莫斯科当局他们讲说，这好像是套好的挑衅的行为。那其实来正当化这个西方要进到叙利亚去干预他们这个政局这件事情。那某种程度上，如果顺着这个质疑来看，好像西方跟俄罗斯其实在叙利亚都有所图。对，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俄国他在叙利亚，他在叙利亚这边，他要支持阿塞德政府，是要维持他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是，因为我们从这个2011年这个阿拉伯之春发生了之后，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突尼西亚、利比亚这些政权，原先的这些亲俄的政权也都开始就是被推翻了。然后呢，那可是这些地区他们国内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是，好，那所以呢，对于俄国来讲，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了阿塞德，那俄国在这边的影响力就几乎就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就几乎就是消失了，所以他一定要全力的去支持他，这是俄国的一个。然后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利益，其实美国它是基于它的这个国家安全哈，然后呢，它是着眼于全球，对，所以它一定要反恐之名呢，对，所以它一定要在这个北非、中东这个地方建立亲美政权。这才符合他的国家利益。那可是当初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他们对于因为2011年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其实西方国家都蛮乐观的，认为说叙利亚这边就是阿塞德政权迟早会垮台，所以他们并没有非常直接采取直接的行动，然后就是把这个阿塞德政府推翻掉。那反而做法上面就因为相对的比较我们讲说这个战略的收缩比较保守，所以呢就反而不但没有推翻阿塞德政权，也让这个伊斯兰国兴起。对，那伊斯兰国它对于就是说俄国政府来讲，也是一个急于要消灭的一个对象，因为伊斯兰国俄国就是伊斯兰国，它是反对阿塞德政权嘛，是那。俄国支持这个阿塞德政权，所以伊斯兰国就放话，就是说，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俄国境内，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有2000万的穆斯林，所以那高加索车臣战争曾经也是这个俄罗斯一个痛点哈，所以呢，他们就放话，就是说他要帮助这个北高加索这个地方哈全部解放，然后也是一样建立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神权政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俄国它就是绝对是当仁不让，一定要支持这个阿塞德政权。那美国的话呢，它的利益就是所图的就是要把这个阿塞德政权推翻掉，然后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这对美国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的共同敌人就是 ISIS 这个伊斯兰国，要把它这个问题要解决掉。真的，假设我们从美国介入的立场来看，因为这件事情让川普总统在 Twitter 上就曾经讲过说，
美俄关系不曾这么糟，而且他还讲包括冷战时期在内。那伊老师对于俄罗斯这么长时间的关注，确实这会已经是美俄关系最不好的时候了吗？对啊，目前来看的话，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哈，从川普当选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有时候是做的是一件事情，川普个人他又是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是，普丁当选，川普打电话恭贺他，结果呢，共和党内部就认为说，你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而且你看，你这个通俄门不就着实的证实了煞有其事？对，所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这个川普他的就是说他的看法，他是希望能够改善美俄的关系，但美国政府并不会，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所以你说美俄的关系是不是到最糟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还是有。